we sail a little bit high. 赵丘岭少将身后是我国的东风26战略导弹，它既可以携带常规弹头，也可以携带核弹头。它的发射方式很灵活，可以出敌不意，精准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。蓝吉银少将带领东风21丁中程导弹接受检阅。这种导弹的导引头可以智能识别地形，一边飞一边矫正路线，保证精准打击。东风导弹家族里，东风21丁专门用于攻击水面舰艇，被称为航母杀手。东风16改常规导弹在张明国少将带领下驶来，这种导弹命中精度高，毁伤能力大，反应速度快，可以精准打击敌方的机场、港口等重要战略目标，破坏敌方支撑战争的能力。最后接受检阅的是核导弹方队，领队是潘尼会少将。受阅的两种固体燃料洲际核导弹，是我国大国地位、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，是震慑对手的王牌底牌。We sail a little